来继续来看高雄洲际码头的路边，和大量的海水倒进淹去了，马术变做一条的溪。详细状况，请记者雅欣来报道。 好，主播画面中看到大量的海水灌进码头车道上，整条车道出现淹水的情况，不间断的风势和雨势不断把大量海水带往陆地上。 相关单位紧急管制人车进出，有民众拍下这段画面，表示淹水的地点是在高雄的洲际码头。记者实际重回现场观察，在码头外已经实施管制，除了工作人员之外，其他人车无法进入码头内部。不过，高雄地区目前风雨明显增强。 根据气象署观测资料，目前在高雄前镇区一带最大阵风已经达到了9级，提醒民众非必要就不要外出。如果真的需要在外行车，务必留意自身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